来看台北市北投国中哦，伫日本时代是叫做北投国民学校，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，北投当地头人出钱出力办初中，才改做是北投初中。伫校园内有一个纪念碑，因为有详细记录着一段历史，嘛方指定做一般古物。 这个看起来真有历史分裂的纪念碑，就伫咧北投国中的校园内。这是民国36年的纪念碑，纪念碑顶面所刻的人名，拢是当时有斗三工官职办初中的地方人士。这应该要互后代子孙知影。当初为着要栽培咱在地囡仔，你要培养这个人才，当初人是安尼用心。 对无？毋是干那出钱出力尔，对无？你当初你话爱去政府申请，爱个安怎？爱个你一间校要办起来，还偌济代志爱做。伫日本时代，这间学校是北投国民学校，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，地方头人出钱出力，改做北投初级中学，因为伊记录着国民教育的变迁，加上这款纪念碑的数量真少，台北市立文献馆甲伊指定做一般的古物。 建校碑，台湾很多学校都有，可是它这个碑稀少的点是，它是从小学校改制成中学校，然后又是地方捐钱促成的，所以这样子的碑它的稀少性在这。我自细汉真是老师的照顾，迄实在是一世人影响一世人，我真感动，真感谢，所以我今嘛我能好好来做老师，我能好好来做校长。 校长本身嘛是北投国中毕业的学生，伊真感谢北投国中的培养，所以伊嘛发心透过教育来回报北投这个所在。未来伊嘛计划把纪念碑的历史甲故事加入课程，让学生会当知影食果子、拜树头的道理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